中国伫进前有提出欢迎台湾组织旅行团去中国观光，两岸旅游者也拢真期待，希望谈休热时阵呢会当赶紧来开放。但是观光局表示讲时间无限定当时，当然是希望愈紧愈好，也强调有伫讨论，只是这内容无方便公开。疫情进前，两岸观光旅游出入境人次占出入境总额1/3，两岸航线占航空公司营收约50%。疫情了后，又宣布开放组团来往，针对中国政治展出开放旅行业经营台湾观光客组团前往基地，严格咱国去中国的禁令又无解除，双方协商到底安怎？观光局表示已经在讨论相关的课题，也都在评估讨论中。好，评估的确是有在讨论。好，那内容部分大概也容我们先做一个保留了，时间是还没确定了，还没确定，但我们希望能够尽快。今时赶伫休热旅游大会进前，开放双边旅行团来往，观光局讲无设限，愈近愈好。只是旅游业者私底下讲，拄着选几年，道省双边组团禁令解除，会有偌济旅客来往，也有真大变数。那疫情了后，第一个休热旅游大会，乒乓协会也公布合理团价范围。美加线因为航班无恢复到疫情进前，机位派定以10天，美东团费咧计小大约落伫11至13万之间。欧洲团费也比疫情进前平均起3成。因从上海去的日本团费比疫情进前的休热也起3成以上。甚至有些饭店的涨幅30%是到处都是，那50%的也不意外。这个是因为日本呢本身它的汇率呢太低。他们国家基本上都是靠进口，所以呢，所有的物价呢基本上都是飞涨。旅游纠纷最大宗的就是票券类认知的不同啊，机票的退改，还有整个那个疫后的旅游环境啊，整个都改变了。乒乓协会提醒，疫情了后，航空公司改票规定较严格，旅游纠纷也较侪。大月安排出国爱提前规划，提早到机场。疫情了后，各个观光成本起也爱有心理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